智慧大学生活在生活现代中医系忙碌的列工商社讲座，会，我们似乎易于古商遗忘科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本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就是自然，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了解自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生活处境；了解自然，也等于了解我们自己。天然的妈妈，天地人关系，古商科呢？无论生态学、科学史等自然文化的介绍，或中医、禅修、太极导引等身体文化的探索，社会大学自然系要提供给各位学员是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观点与体验，让各位去透视自然，反观自己，体会一花一世界的奥妙，领悟物我合一。各位学员长辈大家好，因为今天我不晓得你们以前有没有接触过这个中医三科的东西，如果没有接触的话，我会跟你们做一个很详细的介绍。那么骨伤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骨伤科它基本上它是那种研究治疗骨头还有关节骨头，我们这里面的骨头、关节，还有那个就是说所谓这是平的不平的问题还有它周围的跟你们上面的讲义都完全一模一样，所以你只要看讲义，那我这上面讲就可以了。还有关节还有其他周围的软组织损伤的一种学科那什么叫做软组织？软组织就是我们的肌肉肌肉跟神经血管只要在骨头外面，肌肉、神经血管都是一些软组织那这些受伤之后，通通都会有一些影响到我们身体行动。只要影响到身体行动，就算是我们骨伤科的方式。那因为由于那个伤科学的范围随着不同时代医学科学的发展它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像现代医学的所谓骨髓炎骨髓炎就是说你骨折之后，你这个伤口发生感染，感染了以后，你这个伤口骨髓里面化脓，化脓以后，那长期那个伤口的洞就是骨头插出来，骨头就是你骨折之后，那骨头插出来到皮肤表面，然后这个伤口受到感染感染之后，它一直产生一个那种瘘管，瘘管就是一个洞然后那个脓一直从那边流出来，它一直都不会好。那在西医的话，他们是开刀把旁边的肉切掉，然后再把那骨头挖掉一些，然后再从我们这边胯骨的部分挖一些新的骨头进来补进去，这样就反复的重复这样子的治疗，它一直都是治疗的效果不是很好在西医里面，这个也是一个很麻烦的，可能几十年、几年都不会好的病，这种骨髓炎就是说很怕，就是只要你这个伤口有那种插出来的那一种西医他们就是觉得说很难治疗的东西除了接好骨头之外所以说在现代医学里面的骨髓炎，他们已经不在伤科的范围里面，因为这种是属于到内科，因为骨头已经好了，外面伤口已经好了之后，可能它7、8个月之后它这个里面还在发炎然后还会有流脓的现象，会有从皮肤里面爆出一个洞出来流脓现象，这就变成用内科的方式去做处理。那现在有很多的中药可以处理的相当的不错。那么骨结核的话，就是说有人有那种肺结核像现在我们台湾虽然说肺结核绝迹的那种国家，但事实上在乡下农村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肺结核。像以前我在西医当住院医师的时候，那种病房里面的那肺结核的病人还是非常的多。那这些肺结核的这些细菌，如果跑到骨头里面，它就变成骨结核，它就会把我们骨头吃掉，吃掉就化脓，化了以
那在古董的话就是骨癌了。骨癌在现在的社会，因为我们使用的化学物质相当多，有很多的骨癌都被发现出来。那么神经系统损伤，就是说中风了。神经系统你损伤以后，你中风之后，你产生了一些肌肉的萎缩啦，或者是说你的手脚不能动的这种算是一种神经性的损伤哦。那我们在目前现在的那种中医三骨科啊，就不处理这种case这种病人。那么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哦，在三骨科目前来讲，三骨科所处理的范围呢，就是外伤造成的啊，或是外伤，或者是你慢性的伤害啊，等一下现在在讲哦。那我们使用到手法就是你如果骨折，我就把你接起来；你脱臼，我就把你接进去哦。那你有什么地方，就是说你有那个闪挫哈，有很多人他们搬东西搬了以后闪到挫伤，或者胸部有内伤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中医伤科范围，我们会开药，或是用手法把你骨头接进去。还有用器材就是你断掉，我给你接起来之后，我要给你上夹板，这个就是器材。用这些方式所治疗的，就是属于中医伤科的方式。那所治疗就是骨折、脱臼、软组织的损伤。那么损伤内症的疾患就是中医伤科。损伤内症是什么？就是内伤。你受伤之后，你外面没有怎么样，也没有淤血，但是你会咳血啊，有的时候甚至会吐血啊，甚至有的时候你会痛好几个月，然后气喘不过去了，然后会咳嗽啊，那种都是中医伤科要处理的东西。那些东西在西药来讲，治疗效果不是很好，但是用中药的话，可以治疗的相当的好。这个在我们科里，就是在中国药学我们科也处理过很多这样的 case。那么内伤跟外伤啊有什么区别啊？就是说外伤就是说你外面受到那种撞击啦，或是用外力有外力引起的啊，有外力引起的那种，这种叫做外伤啊。你车祸干什么，或者是跌倒那些都算是外伤。那内伤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些体内这些东西，什么五脏六腑啦、经络气血，那个都不用管它，反正就是你外面受到一个伤之后，这个伤会引起我们里面那些气血的不协调，不协调之后，这些不协调所产生的症状啊，就会造成我们里面的问题啊。比如讲，你们可能在第一节有讨论过，像那种气血啊，一受到撞伤，这很简单的讲，你受到撞伤之后，比如说你这边有一条血管，受到撞伤之后，这边的血管已经有出血，的话就是血瘀，那血瘀的话就会造成气滞。那气是什么意思？气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话，你心脏你一生下来的时候，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话，你心脏还没有形成之前，只是一块肉，它是不会动的。哦，那在国外他们叫灵魂，他们叫灵魂就是死亡之后会有一个体重减轻的，他们叫灵魂，在中医叫气。哦，就是说你那个只是一块肉，怎么自己会搏动？那么这就是气，气就是功能的意思。哦，就是你这个你心脏本身可以搏动，以后把血送出来，这个就是气。那血被送出来就是血。那你受伤之后，你这个血管本身如果说它有出血的现象，或者是有流出来的现象的时候，那么它本身心脏搏动就会受到影响，因为它打到这里的话被挡住啊，因为你那里淤血以后会产生水肿。一个地方如果出血淤血之后，它就会开始肿胀，就是这些局部就像你打到一样，你打了以后会肿起来，就是因为那个血管本身你给它打了以后，血管的细胞跟细胞之间呢，它会分得比较开啊，里面的血液就可以流出去就变成肿起来，肿起来之后它会造成压迫，那么你心脏要打到那里去的那种力量就会不够，所以他们就气滞血瘀啊，就是只要受伤以后就会产生气滞。那在中医来讲啊，气滞血瘀的症状就会胸痛，胸痛就会咳嗽，因为在中医来讲，气是往下走啊，就是循环到全身所以说你只要不管你是感冒还是什么，或者说受到外伤，只要你有那种伤不在里面出现，就会产生气滞气滞就会咳嗽，咳嗽就会有痰血瘀是因为撞到之后它产生的那个出血。所以内伤就是我们体内五脏六腑这些东西
反正受到外力作用所产生的刚才产生的气血的变化。那经络的话呢，是在身体的经脉，就是我们的经脉会受到作用啊。刚才讲过，它这个地方已经受到伤害以后，你那个气都通不过去了，就当你身上的经脉怎么会过呢？对吧？经脉这种东西哦，事实上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就是我们身体有那种12经脉，还有奇经八脉。那这些经脉哦，在据一些台大的他们一些研究气的人来讲哦，它是我们身体里面分子的共振波的融合波。我们身体每一个都有，我们身体有分子嘛，每一个分子都会振动。那么振动之后会产生一种振动波，振动波它会产生一个融合波，就组成了我们这个12经脉。那你如果说身上如果受到伤害之后，它这个融合波也会改变方向，这个就是经脉受到阻滞。那我们体表没有明显的伤痕，那我们就称为损伤内症，就是内伤。那这种内伤跟我们的内科的内伤，内科的内伤有时候是说你的心情不好，吃不下饭，然后就消瘦，然后产生一些睡不着，那种是内科的七情内伤啊。那在我们这种的话，我们是因为有受过外伤引起的。那么外伤就是指我们暴力产生于身体，外伤产生身体脱臼、骨折，这些都是外伤。那我们损伤性的疾患呢，我们到底分为几类？就是说，损伤性发生的就是说急性跟慢性啊。急性的外伤就突然产生的，你去撞到、跌倒，那都是损伤性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慢性劳损，慢性劳损就譬如讲，一天到晚打电脑，打了半天，打电脑打一打就是这边手痛、肩膀痛、脖子痛，这就是慢性劳损。因为你的身体的肌肉一直要保持在这种僵化的姿势之下，所以它的肌肉没有办法得到那种舒张。你一直打电脑，它一直保持这个姿势，然后一直看那个电脑荧幕，它就会造成肩膀酸痛。肩膀酸痛跟我们的手臂的酸痛，那种都是非常容易治疗的。那如果按时间来做比较的话，就是新伤跟旧伤跟其他的没有关系。就是产生的快的话，就新伤马上受伤是新伤。那如果说治疗很久了不会好，那种慢性的损伤那它还会有一些叫做开放性跟闭合性伤口。它撞到之后，骨头破了，脑浆流出来，开放性损伤，或者是骨折的时候，你的骨头插到那个肉外面出来，开放性损伤，就是有破掉的开放性损伤。那闭合性损伤就是你拿一个棒球棍这样一敲，外面没有伤口，但骨头断掉，这种叫闭合性的损伤。大致上我们先介绍一些比较无聊的东西但是等一下会介绍一些比较有趣的那它这个人体为什么会比较容易造成那种受伤的状况的话，跟年龄体质健康都会有关系为什么跟年龄有关系呢？像小孩子他骨头还没长硬，我们的人体的骨头女生的话到16岁的时候，骨头才会完全变成大人的骨头，会变硬。那么小孩子男生的话，到大概18岁17岁、18岁，那骨头才会变硬。那在这段时间之前呢，我们的骨头一直在生长在我们骨头的末端有一个生长板，它一直在长长。但是你如果去受伤撞到的话，撞到这些地方的话，以后你这只手会变得比较短，就是2只手的长度会不一样，脚也是一样这就是跟年龄的关系譬如老年人从我们人体大概从32岁我们人体其实是女生是30岁了，男人大概35岁，说平均起来大概32岁我们的骨质就是已经长到我们骨头的密度就已经到达完全的密度，就是最硬的，就是钙质沉积在里面到完全的密度。那么过了这个年龄之后，每年我们都会有骨质流失我们的骨头，如果你不运动，很少运动，那你的骨头就会慢慢的流失掉那女生比较倒霉女生就是在更年期之后，她这骨头流失的速度是正常人的3倍数。所以说像我们在伤科的病人如果说是女生的话，常常会有酸痛的只要快要到更年期的话，我们一定会叫她补充那个
康的状况啊，就是说我们在中医来讲，在中医的话，我们是认为说哈，肾主骨头，那只是一个讲法，不要管它啊。像人家讲说肝心脾肺肾啊，它那个我们中医就讲肝心脾肺肾，那么这跟西医的肝心脾肺肾是没有什么相关的。中医的肝啊是管我们的血，中医的肝，反正我们只要补血啊，补肝就是补血，我们经常在补血，你看看那四物汤的补血其实就是补肝的，肝是管血的哈，然后肝也管我们的筋啊，只要我们的筋受伤哦，我们那个药开下去一定都是在补肝的药。那么肾的话，在中医来讲，肾它是主骨头跟我们的思考力，哦，就是补我们的骨生殖器跟我们的思考的能力，也就是骨髓。所以说，在中医如果说骨头受伤之后，你要补骨头，或者是年纪大的时候你要补骨头，一定会补肾，哦。那么所以说我们会讲说，哦，你一天到晚腰痛啦，或者是说脚软的话，我们认为说这个病人肾虚，但是跟那种所谓肾亏那是不相同的东西，因为这事实上这是一种，就是因为中医认为说肾脏是主骨头，所以你年纪大的话，你会腰酸，你会脚软，我们就认为这是肾虚，所以我们会用补骨的方式来讲哦。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说，我们肝肾虚弱的人哦，我们就容易产生骨头的，肝肾虚弱就会骨质疏松了，事实上跟年纪大有相关的哦。那骨质疏松了就容易产生那个脱臼啦，或者是说骨折啊，所以说这是一种内因呐，就我们身体里面内因的方式。其实这个不用讲，大家都应该都会知道，只是把它变成做一个中医的讲法方式至于说骨头的解剖构造的话，像我们肋骨啊，肋骨是薄薄的一片所以你只要被人家打到，它可能就裂了。裂了以后要1个多月才会好，1个多月才会好，所以这是一个薄骨。像我们的手的话，你可能你去撞到，你说你用一个木剑给它砍一下，它也不一定会断的。但是这个你打下去就断掉了。所以说骨头的后果也是产生容易断的地方。那么在中医里面呢，气血筋骨它的功能还有相互关系到底是什么？在中医它讲气其实你就不要管这些东西，他在讲这些很多都是废话就是说我们吃了饭以后，我们会有胃气的，然后我们吸进那个大气之后，这两个气结合之后，输送到肺，然后就管全身的气但事实上讲这样是没有错啦，但是你就把它当做就是那个气就是一个功能。我们身体里面你会走路，这个就是气了，这就是功能。你的心脏会把血打出来，这也是功能。你的脑会思考，这就是一个功能了。那么血呢，它是属于在我们身体里面阴阳阴阳跟气血是类似的阳就是代表一种，阳就是代表它上次应该有解释阳就是一种能动，会发热其实就是功能嘛。如果阳虚的话就会气虚，那么阴虚的话就会血虚。阴就代表物质基础我们身体的血液啦、痰啦，或者是说组织液、淋巴液，都是属于阴的东西那血液是其中一种，血液是其中的一种那么在我们身体里面，他们会讲说就是气为血帅的血为气之母。那反正你的血气就是说我们血气会带动血其实就是你心脏打了以后血就会动嘛，血就会排到我们全身所以说气为血帅，那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因为它心脏先搏动以后，就好像马达先动了以后，它水就会打出去血就会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所以说他讲气为血帅，然后血随气循实际上他要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是说我们受伤之后的话，因为血已经流出来，所以你的气也会塞在那里，所以就会造成气滞血瘀所以他们在治疗伤科的病的时候第一线的用药一定是化瘀血包括我们的脑里面受伤之后，我们要用的话也是化瘀血。因为那时候在那个台中的那个中山医学院有一个小孩子，他撞了以后脑出血，但是因为他的情况不好，不敢给他开刀，然后他的父母亲就因为他认识我们那个中国医药学院中药局的主任，然后我们中药局的主任就给他开一帖药，全部都是化学药。那脑里面已经出血了，那你再给他化学的话会怎么样？
一般人讲说，你再给他画，那不是再继续出血吗？但是那个是因为气滞血，你那个淤血不给它消除掉的话，那个淤血占了我们脑里面一个 space 的，就是一个空间很大。那你那个空间会压到其他脑组织，会把其他脑组织化的压迫到脑组织会死掉。那你不把这个淤血把它化掉的话，然后脑的损伤更多。所以说，看了那一血药之后，他半天就醒过来，就是这样。但是西医他不敢讲，因为后来再去照那个电脑断层啊，就是一切下去那个血块就不见了。所以说有些东西哦，这个东西很难解释啊，但是只要先知道这样就可以了。那么筋骨筋跟骨，我们身体的那个骨头哦，身体你有没有看过那骨架那骷髅啊？骷髅就是我们身体的骨架啊。啊，骨架如果说你看那种有一种戏啊，也有那种就是有一种那种像木偶戏用绳子吊的那个东西，那个绳子就好像我们身体的筋一样。我们这个手会动啊，像我们这个手，这个手可以这样翻起来啊，因为这个手的这一条肌肉啊接在这里，接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常打球那个网球手那个肌肉接在这里，它只要一拉，一拉的话手就会抬上，我只要这样一拉，手就会抬上来，所以说筋就是带动骨头了啊。那筋跟骨头要靠什么东西来给它供应呢？靠气血就是你血给它气，就是气把那个血带到那里，给它营养，那么筋跟骨头就会生长。所有的不管你是骨折也好了，还是说慢性的那种打电脑酸痛也好，它要恢复就是你气血要够。所以中医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么何谓伤气跟伤血哈？就是说伤气，就是他说用你负重过重，就是说你常常在搬东西，有时候可能你现在因为你年纪很大，或者是你很久没有运动的时候，你去搬一个很重的东西，那么你突然就搬了一下的时候，可能回去的时候你觉得这边好像有扭到的那种感觉，那结果你这个旁边这里就会产生疼痛的感觉，那种疼痛会跑像一整片的那种痛，那种东西叫做伤气，就是岔气的。人家所谓的岔气就是那个意思比如说你举重的时候呼吸失调一样啊，你在慢跑的时候啊，你呼吸没有调好，跑回去了以后，你这边也会痛腰也会痛一样，那都是指所谓气的感觉啊。那气的产生伤气以后产生的疼痛它消失的速度会比较快就是说它虽然说痛整片，或者是说痛可能这边痛那边痛但是它消失的速度会比较快，而且它痛是不固定的。那如果说伤血就是有淤血或者是有出血那种痛的话，都是要好几个月才会好的，大部分，而且不吃药可能还造成将来会有很多的毛病那么伤气它又分为那种气滞跟气闭啊。伤气就是说你伤气以后，有些人他到处痛，你受伤之后撞到了，你到处痛就是气痛，会跑来跑去那种痛就叫做气痛，就是会动的，会自己跑的叫气痛。那气闭就是昏迷的，气闭就是完全气都不通了，就是叫昏迷。所以你从那个跌倒了以后，那头撞到或者被车撞到以后，头里面有出血那种昏倒了、休克那种，在中医来讲叫气闭，就是完全没有气的流动，就身上都不能动，就是本身我们人是能动的，就是有功能就是有气。他跌倒之后就是伤，就是这样气闭这些是一些解释啊，后面就会比较注意。那么筋骨跟肝肾呢，在损伤中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损伤发生之后，会出现伤筋伤骨你跌倒的时候被玻璃割到，你的筋断掉甚至去西医给它接起来，或者说骨折折断的时候，你给它接起来，打了一个板子那些都是伤筋伤骨。那伤筋伤骨之后会怎么样？就是说筋跟骨的关系它是非常密切，就是说骨折跟脱臼同时会发生就是说你骨折，你这个关节，这肩关节常有些人脱臼，打篮球常有些人脱臼。脱臼之后呢，因为筋
闪错扭伤的话，筋地伤。这句话是我们以前讲的哦，这是以前古老的人他们讲，认为说伤到筋的话，一定会伤到，因为筋是接在骨膜上面，筋是接在我们的骨头。我们现在成年人的话，我们骨头已经长起来了，那我们这筋是接在骨膜上面。我骨折断了之后，我上面有很多筋接在上面，有很多筋都会受到损伤。但是如果伤筋的话，这个筋你把它扯断的话，也是接在这个地方的骨头会受伤而已，它不会影响到全部，它只是伤到那个点而已。所以伤筋所影响到东西会比较少一点。那两者是互相影响的哈。那因为我刚才讲过肝主筋嘛，我们在中医肝主筋，反正只要讲到筋就是肝部的关系，那讲到肾的关系。那么肝肾两脏哈，它肝肾两脏它主宰筋的功能啊，肝主筋，肝血通筋热者，筋得所养。我刚才讲肝还有管血，所以你补血就会补肝啊，而补肝那就会补到筋，这筋就可以长得起来。事实上这跟西医也是可以相通的哦，因为以前我在那个当兵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兵哦，他这个手啊，就是被那个筋被那个菜刀切断啊，切断之后，那把它缝起来之后，他伤口一直都不长。那后来我到他们那个连里面去哦，就问他们那里面的病人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话，他们那个就是火户头啊，他就跟我讲说，他们连上就是那个连长会贪污啊，就是都没有肉吃啊，你不吃肉你就不会长，不会长就长不起来。那你没有补充的话，你就长不起来。吃素的要用替代品，蛋白质用纯杏仁粉，纯杏仁粉。所以你补血之后，它本来就会长起来。那你不补它，它当然长不起来。那么肝血不足啊，筋的肝进华液之功，你不能因为这个样子就开斋破戒了。你可以用替代品，注意一下。人家也有那个术士提炼出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不吃动物肉，不吃众生肉，不杀生，不杀害众生，就是避免与众生结恶缘。吃素就是避免与众生结恶缘，免得得到因果业病，因果病恶，治也治不了，治不好。现在很流行盛行吃素、防疫、环保、救地球。那个录音带80年代的，现在113年了。时代在进步了，有很多替代品好东西啊。那个胎里素的更要小心，如果受伤，看医生说那个不吃肉的话呢，伤口不会好，要注意哦，要注意哦，不能因此开斋破戒哦。因为有看其他医生可能就有替代的方案，用替代的物品呢，是补充蛋白质嘛，纯的杏仁粉就是可以补充蛋白质。有那个中医吧说那个胃溃疡嘛，要喝纯杏仁粉泡的汤来喝，就是要补充蛋白质，帮助那个胃的器官的肌肉啊，补那个伤口了。纯杏仁粉啊，就可以帮忙补充蛋白质了啊。吃素的就是要这样。
得了国语啊，山西啊。